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关于林怀树的话，句句属实。鄙人没有骗霍将军。哼，算了，与你这种只敢以面具示人的家伙，何苦废话？不过，我自有方法让你招供。鄙人真的没有骗霍将军。鄙人真的没有骗霍将军。没一个看得上的。妈妈，你看我现在大学还没有毕业，你就张着给我相亲，是不是有点太夸张？不夸张啊，你没听说吗？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这结婚呐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爸爸，你就不阻止一下妈妈的胡作非为吗？你妈说了，我是第一个让你输在起跑线上的男人，这第二个我就没有发言权了。玲玲啊，我跟你爸在大街上逛了逛，这大城市太贵了，还是回咱们老家吧。回老家考个公务员稳定，要么就在事业单位、银行上个班轻松。现在可是人生的黄金阶段，可不能虚度了光阴啊！哥哥，今天胃口不错啊。被打到没有味觉，趁现在都吃。鬼叔叔，你好厉害呀！除了夏玲姐，你是我见过第一个把我哥哥打得那么惨的人。而且因为哥哥从来都不打女孩，所以夏玲姐不能算厉害。但你不一样，我能感觉到，哥哥是很努力的想要打倒你的。霍将军的斗志，鄙人确实深感佩服。可是，一下都没打到啊。所以我说，霍将军的斗志，鄙人深感佩服。我昨天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，幼苗吃早饭，这叫重伤出狱。不过你放心，咱俩之间必有一战，我跟你没完。哦，的确如我所说，霍将军的斗志真是令人深感佩服啊！哥哥，我看鬼叔叔也不是什么坏人，你就别跟他较劲了。你说过，你说的话句句属实。是的，我想霍将军也发现，我不会骗你。我不想说的话，我就不说。单挑。你
你不是说要助我夺回林怀之的吗？怎么夺？你又知道在哪儿啊？啊？当然，但现在不能跟你说。为什么？我知道火将军的个性，有仇必报。林怀之的事情暂且不谈，就凭10年前那道梁子，你也会抄起家伙直奔主题而去。怎么了？不该这样吗？我提醒火将军，不要忘记昨夜的苦战。你虽然是战胜了岛津义弘，但他的继陵人可没参与战斗。想象一下，当你面对3个岛津义弘这样的守护灵时，你觉得自己还有胜算吗？所以，你现在上路，不仅不能夺回林怀之，还会赔上自己的性命。鄙人既然说要帮火将军夺回林怀之，当然不能现在就告诉你林怀之的下落。你不是一直都说自己是一个牛的人吗？那你怎么不自己去啊？何苦在这边啰嗦？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目的，只是现在不方便告诉火将军。单挑！妈，难道人生就只有稳定跟轻松最重要吗？难道是漂泊和苦累呀？那我不回老家就一定是漂泊跟苦累吗？那不一定啊。但是你回老家一定是轻松和稳定的，一个是不一定，一个是一定，你选哪个？哎呀，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。房价多贵呀！市中心均价也得5万1平米吧，郊区也得3万1平米吧。你看你租房都租不起呀。算你月薪4500，刚毕业不低了吧？到手也不到4000，租个房子1000，剩下3000，每月还得吃饭、交通费、电话费、网费、化妆品、衣服、交际，你月光都不够啊！这是逼着你啃老啊！逼着你啃老，就是逼着你啃我们，你还嫌我们不老啊？啊！你把我们都啃老了，你就得养我们，你连你自己都养不起，你拿什么养我们呢？好，你说，你有什么计划？怎么夺回林怀之2点。首先，火将军必须提升自己的实力，特别是对守护灵运用的这一块。火将军以前从未召唤守护灵，仅凭自己便能镇住罗刹街。作为继灵人，火将军的战力当然是1等1的，但众所周知，继灵人之间的战斗，实则是彼此守护灵之间的战斗。这一点，鄙人可以帮助火将军。那第2点呢？要带上夏琳小姐，和我们一道上路。啊！一定要带。单挑？没错，单挑。这个，这个，你再看看这个啊，怎么样啊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太年轻，很多事情想得不够周道啊？你最喜欢的周杰伦都说了，要听妈妈的话。苟且，真太苟且了。枸杞？什么枸杞啊？你给我好好认真看看这些男人。我说的、您说的都是苟且，都是鸡毛蒜皮、精打细算、毫无技术含量的庸俗，都是苟活，不是生活。妈妈，生活不是我眼前的苟且，还有10吨远方。我跟你说现实，你跟我说理想，我跟你讲道理，你跟我讲鸡汤。好啊，什么是诗？什么又是远方啊？以我40多年的人生经验，我告诉你，这世上没有诗，更没有远方。我是诗，我是远方。
什么生活不止眼前苟且，还诗还远方，呀，神经病，跟我起什么哄啊？还有你啊，也不回老家，就在这大城市这么耗着，这叫诗和远方啊？这充其量叫做在远方苟且。哎呀妈，人家也不是什么在远方苟且，人家那叫路见不平一声吼。还有你爸，也不替我说句话，他就知道吃。哎，老夏，老夏，哎，老夏，妈，你知道爸在哪儿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，这是哪儿啊？爸，老夏！放开我！玲玲，带着你妈快跑！一点点出来，这次交给你了。被打成这样，守护灵怎么还不出现？对不起，主人，我因为被锁心链锁着，所以不能像其他守护灵一样轻易出来。怎么又不见了？爸妈，妈，妈，爸，爸。守护灵，守护灵，守护灵，这会儿怎么不显灵了？爸，爸。春妞儿，守护灵不灵，换个人叫试试，如何？曹彦斌，曹彦斌，快救我爸妈！食虫。
哥哥的将军链响了，所以他出去了。哥，你又遇见什么样的艺人啊？我遇到的不是艺人，他压根儿就不是人。记得太多的事情会成为人生的负累，不需要留着记忆，还是删除。你一直在干嘛？开脑啊，消除他们的记忆。难道你希望他们醒来之后还记得那些可怕的鬼脸啊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该你。你也要给我开脑啊？当然。我也是机灵人，你凭什么消除我的记忆？记得太多的事情会成为人生的负累，不需要留着记忆，还是删除吧。这里是夏灵的祭灵空间。哼，你是夏灵的守护灵？对，我叫李轩辕。你该不会是要阻止我对夏灵进行开脑吧？我不能让你消除主人的记忆。他原本可以过着普通人类的生活，一旦介入灵域纠纷，得不偿失。你是夏灵的守护灵，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？人域也好，灵域也好。祭灵人便是往返这两个世界的存在，我尊重主人的选择。如果有一天他想回到人域生活，那就算有镇魂阶的触手想拉他回去，我也会一并斩断。那为什么我第一次对他进行开脑的时候，你不阻止我？那时我刚刚苏醒。当时那条隧道成为了镇魂阶和人域的交界处，可夏灵当时危在旦夕，又吸入了镇魂阶的空气，所以激活了你。你身上的那是锁心炼。曹延斌，适可而止啊！怎么，你也想打女人了吗？我说过不打女人。原来夏灵姐体内的守护灵被一条铁链锁着，所以不能随时出现吧？杀敌不灵，打队友都是一把好手。一个弱女子被抓了要我去救，被打了要我来保护。你确定还要带她上路？我确定。理由呢？因为夏小姐体内的守护灵非常强大，我想火将军也应该有所察觉。强大有什么用？她又叫不出来。我会负责训练，这点火将军不用担心。是啊，哥，你就同意夏灵姐跟我们一起吧。你看唐僧西天取经都有4个人。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你身上的是锁心炼。主人，我在这儿。我现在是在梦里吗？是，这里是你体内的祭灵空间，是守护灵待的地方。你能靠近一点说话吗？我被锁心链锁着，无法行动自如。哦，好。我怎么会这么紧张？
真是的，他不是我守护灵，紧张什么鬼？像，真的好像。没想到时隔100年，依然能够见到你，这是天意吗？我像某个人吗？是的，你像。他是不是你初恋？严格来说，算。不是吧？这么老套的撩妹手段，看在他眼好，原谅他。那他是谁呀？她是穆文世家的千金，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。同时，她也是你的祖先，穆文原香。穆文原香。穆文世家是一个古老的家族，以打造灵气闻名于世。当年，我奉师命下山，寻求穆文世家打造的法灵，却无意间在庭院中遇见了他。即使隔着很远，也能闻到他身上有着一种特别的茉莉花香。此后，我们被互相吸引，不久便相爱了。现在，你身上也有这种茉莉花香。哦，我不会是你的后代吧？主人言重了，我们只有牵牵手，走走心，没有。我的祖先会这么矜持吗？他是不是看错了？可惜，好景不长。啊？原香突然落疾，请便当时所有的名医都无济于事，大家都一筹莫展。但我知道有一个方法可以救原香，那就是师父的法器——清风化煞。师父，为师早就跟你说过，世间因果有利有弊，不是为师不愿救穆文原香，是这清风化煞，虽然有起死回生的妙用，同样也有凶险至极的劫数啊！弟子知道，但弟子心意已决。若不能救原香，我就和他一并死了，去阴间陪他。你，师父，弟子不孝，但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病重，我做不到。哎。住手！罢了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一切自带天决，为师可以助你救人，但先得把师兄们救走吧。
要练成本门秘法纯阳无极功，必须要吸取清风化煞里的煞气，将之变成自己身体里的真气。师父说，挺不过去会死，挺过去了，也只剩10天的寿命。我挺过来了。 你醒了，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生命所剩无几。那几天，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只要安魂铃声在耳边，诉说那些缱绻，时光如卷，写满所有对你的眷恋。月缺又月圆，前尘往事在浮现。 第9天夜里，我决定悄悄离开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你在炼药洞内。 云香，我们低估了他染的恶气。就算你吸入清风化煞，牺牲性命，练就纯阳无极功，那也只是暂时压抑了他的病情。 你的性命所剩无几，为师用锁心链锁住了你的心脉。眼下只有一个法子可以救你们2人。什么办法？吸尽清风化煞，变成1人，然后再成为木纹原香的守护灵。天地浑浊，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欲望的漩涡。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，不去从那规则，闪烁着金光的枷锁。纵然已有太多的沦为，权力操控下的傀儡，真不甘心把世界交给那些虚伪光鲜败类。抛开虚伪，全力以赴，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。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，是要将它永远守卫，退亦无可退，一身错。 操控下的傀儡，纵然已有。